山，伊对下徛伫以前的所在，就是手生意、新生计、维持无远之计，手大无讨厌这个人，这个人必须要了解吼，做你救伊的上帝，迄就是大家来念圣诗，圣诗第一首，圣诗第一首，无行歹人道路，请起立并专首。我就完全。
帝，阮的心感谢阮的水阿老，感谢你拣选阮做听做你的百姓。阿老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至大至尊的上帝。即个充满试炼、甲惊惶不安的地中，阮的心烦恼，因为过去一礼拜内，世界有一间银行、甲一间投资公司出现重大的经济问题，因的经济确实会影响到全世界经济，也影响到到处济阮。阮阁有朝变迁、地动、水灾甲政治无稳定，造成一人的惊惶甲不安。不然，若是随时会发生意外，是阮无法度预测的。咱的性命若如草，风一吹会随风飞。这所有烦恼、惊惶甲不安，拢是因阮有你做阮的倚靠，阮就会当勇敢面对。阮知，无论阮伫倒位，无论阮咧做啥物，拢有甲阮同在。因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，我若要感谢你，赐出阮宝贵的回忆。也做阮头前一顶大上的光，搁互阮得到庇护。这是阮来到你的圣殿，带着诚实的心来缅怀服侍你，如此帮助阮，安静阮的心来领受你的教训，互阮得到朝圣甲帮助，互阮诚侪有义务甲勇敢的人，互阮的生命会当荣耀着你的名。咱两个讲过一届，由你来医治阮中间身体欠满的命与经验。互恁的身体当命甲心灵的余温，拢会当得到改善。心神软弱的，有你亲自安慰因，互因搁一届建立信心，勇敢来面对代志。遇到困境的，有你援助，有你智慧，互伊会当知安怎来解决因所遇到的问题。嘛，请你大宽仁的圣手，减轻因的负担。我搁拄一届，感谢你为阮降落雨水。拯救阮的欠缺，相信台湾是上帝你的宝贝，你所享受的一切拢有到点，你的恩典是满满的，有你赦免阮的罪，我咱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大家来看圣经记载主要的，圣经第17章17到30节，18到20节，那么问题。182页，第一项是过去528页。我来讲，新编第17章14节，依照耶和华以上帝所享受你的地，得到你所在行起的时，若讲，我要设立王做我的头，就像我4日的都一样。你脚脚就设立了我以上帝所拣选的人做王，做你的头。你的兄弟中设立一人做王，做你的头。某个人毋是你的兄弟的，你毋通设立做你的头。18节，你坐伊的国位的时，就用本册抄写这个律法，就对迄本存伫祭司利未人的面前的来抄伊，迄本就地伫伊遐，世人就读伊。通读是建立了我伊的上帝，就即首即个律法一切背甲即个律例来行伊，免得伊自个来看经验伊，又免得伊变做变异，来离开即个界面，通互伊甲伊的子孙伫以色列中各为普等。好了，上班时间。下边关闭。
诗篇第73篇28节，安尼记载讲：总是我一位上帝，是做我的力量。我用主耶稣做我上帝的所在，通互我讲起你一切的所做。这记载诗篇73篇28节。这段经文是直接咧讲。 一个基督徒爱注目，基督徒爱注目面前顶的代志，并且用耶稣基督做生命的中心。这是一种信仰的宣告，这嘛是一种咧表达顺服的意思。因为主是避难所，这个避难所是上安全、上稳当，也是上可靠的所在。 为年轻人啊，做即款，牧师咧问你，你有偌久无亲近主？可能你有人会回答讲有啊。啊，我逐礼拜拢来教会做礼拜，哪会讲无亲近主呢？你年轻人啊，这个讲对。来教会聚会是一种亲近主的一种行为。 像牧师，如果搁再问你，伫你的日常生活中间，你有亲近主吗？还是讲你是怎样亲近主？我相信这个问题可能会变做足侪答案。可能会讲，啊，我凡事拢感谢啊，我凡事都无要注意家己的行为啊，我凡事拢忍耐啊。 我凡事拢牺牲啊！我凡事拢接纳啊！是指讲我凡事拢等，会嘛可能，你个会当讲出更较侪的代志，而这遮的拢是对，遮的嘛是针对一个基督徒非常基本的人，足基本的，但是你却有注意到。 你敢有时常读上帝的话？你做这个做对，你拢对，但是有一项你有亲近时常亲近上帝的话。牧师相信读圣经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代志，因为你读圣经的中间，不只是会当了解为什么圣经是基督徒。 足基本的行为，已经看了你当做价值，但是却足侪人往往忽略读圣经的生活。咱会当确信，圣经所内面所有的观点是无办法当而且咱袂记，咱的圣经是基本上所启示的。 而且嘛是圣经内面嘛是展现出伊家己上帝伊家己的能力。其实真侪人咧讲，伊圣经内面上帝并无甲咱讲足侪事情，但是伊圣经内面上帝是直接展现伊的权威，就是要互咱对圣经内面体验上帝的权威，所以。 咱会当讲圣经内面的观点，甲上帝即个圣经原本的作者是直接同在的。
这嘛是咱正信徒爱真实真明白的，而且爱知影讲，咱的生活是甲圣经是连做伙的，咱的生活甲圣经连做伙，咱的生活也是一个亲主的一个机会。哦，圣经有人讲圣经就是伫咱的生活中间平安顺顺，咱一天食三顿。虽然即摆真侪人一天不一定食三顿，但是这个比喻是咧讲人的生命是靠牛食来维持的。我伫这本册内面看到一个学者安尼讲，伊讲台湾人是一个足注重食的一个民族，特别是当人甲人见面的时阵，拢会讲一句话叫做“你食饱未？”这个学者用这款比喻来比喻基督徒见面。如果第一句话咱甲改做，即个你食饱未？咱改做讲，啊，你是圣经吗？这应该是矛盾。这个学者目的是要甲咱讲，如果将圣经当作是每一天亲像咧食三顿，才变相，安尼是真正是一个基督徒非常非常享受的生活。你讲是毋是？伫圣经中间，咱注意看，捌有3个人捌食过上帝的话，有个人讲无注意到，伫圣经有记载，头一个是大概伫主前差不多600年吼，以色列这个先知，伊互人掠去巴比伦的时阵，上帝话临到伊，叫伊必须食落去上帝话，伊才能继续开咱。这圣经记载以色列第3章第1到第3节。另外，第2个人就是讲，共迄个时期的亚利米。亚利米，咱拢知影亚利米伊是一个流目屎的先知。伊流即个目屎，伊时常感觉足痛苦的。伊将上帝的话甲食落去了后，伊遇到伊感觉足满足的喜乐。这圣经嘛记载伫亚利米第15章12节，我就写得清楚。另外，阁有一个人，就是使徒约翰，伊捌互人约束，伫迄个巴摩岛的时阵，迄个时阵伫遐伊受着上帝启示从册来食落去，伫这个册内面呢，上帝信息就伫伊的腹肚内面变化。哦，这个使徒约翰更较有开咱用同甘福音，这嘛是记载伫圣经启示录第10章第9节。咱注意看。写的拢是咧讲上帝话语带来互人的原因，互人的快乐，但是而且牧师要搁再提醒，上帝话语直到现代，永远是时时刻刻在提醒咱，咱是上帝圣经的写的，人甲圣经的关系是永远无改变。像咱细汉所看圣经，甲咱以后大汉到老时所看圣经是拢共款，拢无改变。所以，人必须注重读圣经的重要性，一定要了解圣经内面所启示是啥。真有意思的，要甲咱讲，圣经伫基督徒这个信仰团队，其实真对人的身体重要性，是一个提供营养的内容。所以，基督徒不只是来学习、探讨，或者是使用圣经来嘛爱甲圣经内面的一个消化、来吸收。将这营养分甲灌进去咱的细胞中间，这个完成新陈代谢，从圣经化作传到上帝讲的福音的这个道理。有一个学者叫加尔加利，咱一直慢慢听过，伊捌伊所写的基督徒要义，伊内面的第1段第7章第1节内面写足清楚。写讲，只有当信徒亲切相信圣经是天父所启示的，安尼圣经伫信徒的心中才有自然无变化。这是做出名的，叫咱先来做评论。收听我的提问，我只会寻求你真理的正家庭，变入你的圣地，用他的。无其他的事，
遮宣传阮的哦，因为阮时常奉上感觉，无照着你所启示的伊来过生活，你到时常袂生活化，失去你起初创造人的本性。我提醒阮的弟弟，有阵搁在即摆提醒阮，但离开业为义，阮也要离业为用心，甲你用。奉献阮伫遐内所有的一切，甚至是奉献阮的生命，无论是有看见、无看见，算会到、算会到，拢有你接纳。更加要紧的是，由你提醒阮所过后我世上的痕迹，毋通较大对你的失望。只是由你小事阮有拼工的心来支满，你要互阮心灵的美。愿圣神帮助阮有对你头无遵守你永远无变的回应，伊个拢是做出来所有的呀。啊，这边啊。平安。伊反正是一个非常的过日子。安怎讲呢？咱台湾是不无同道。对于昨日开始，我昨日我就想，这个。遮好遮和平，有亲像，足久无看圣经头，都在对圣经分享迄种心内的感觉，迄种咱的欠缺对属迄个感觉像。迄个是，有当时啊，咱讲咱弟弟我做信的，讲即摆我相信伫咱台湾真侪所在真欢喜即个雨。这个雨，所以我拢感觉讲透早起咱透早起来，我咧困这时我困足济寒，困起来出来行，搁再困，搁再行，再困。因为是安怎呢？最近我的状况是足特殊的，我因为近年来时间真有增加足济，就是我每一工拢感觉时间有限。每一工拢想要完成足侪代志，但是无法度完成。时常咧准备这篇道理书，时间拢是第一篇，讲啥拢不用大钱的，时常是我到底要安怎安排每一工的代志。最近有一句话，虽然听久，对我来讲足无时间在听，但是。也是时常去看，我时常听过。有一句话就是讲，我一个现今的师傅，伊时常伊嘴咧讲，好做代志。讲真正，即句话时常听过有足实。也但是如果即句话我用别个所在，有当时心内嘛是真正难过的事，就是讲，后书如果问你。你诚做一个基督徒，你有好做代志，好做你一个基督徒应该做代志。你有好做代志，你有时常读圣经、研修，以及祈祷。如果若伊应该好去做，伊要好做代志，好做一个基督徒应该爱做代志。今仔日咱所要探讨的读圣经，对咱来讲，现在内容是足含危险，实在是这内容是足严肃，但是对咱来讲，真正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基督徒这个读圣经的生活是袂使无，你若无你所办的只是人甲你讲。咱在圣经来讲，其他经文的背景，伊经有所讲，内面所记载讲，迄时、迄当时，当百姓要进入迦南地以前，摩西一再强调上帝所颁发的诫命甲律法，并且足清楚来解说。这嘛是摩西要离开世界以前对百姓的一再交代，这是要互伊进入迦南以前。的时阵，先爱了解讲，伊到
大人迄个所在，伊要人要生活，甚至是摩西提醒遮百姓讲，世世代代爱遵守上帝诫命。所以摩西反正讲，如果百姓咧设立分堂，毋通袂记，即个分堂绝对毋通做几样代志，有几样代志，即个分堂袂当做，就是讲袂当为着家己增加倍。有人讲较想到会当增加倍，其实迄个是对，是普通人袂当做。而且无些老法律讲，毋通百姓等于爱民，老人为着家己接到最多的女性、女民，甚至袂使为着家己争取足多财宝。无些交代足清楚的。而且摩西讲所设立的分堂会当做代志，有四项。第一个就是为着家己抄写一本圣经，就是讲圣经。第二个就是讲一世人爱读一本抄的一本册。第三就是讲爱敬畏耶和华上帝。第四讲爱遵守圣经的前规，而且爱做出好的变化。这交代足清楚，而且伊嘛讲抄写是读，也是遵守圣经内面，是要为着要爱抄明伊个人的性情，嘛要讲人因为上帝所交代改变，而且伊当会行行顺顺，踮入以色列中间最好，为到最负责。了解圣经。所记载遮个对现代理我也是同款重要，因为迄时的背景来讲，咧抄写有法书通常是文学教书爱做，但是上帝法律分堂甲爱写、爱抄写这个圣经，抄写这个文学书，伊的目的是要互读者写了会当有足深的印象。到这个一世人用上帝话做智慧，做困难的源头。所以，特别是经文第5尾18、19、20重点，是咧讲，以色列所负担的主要责任是甲其他的人拢共款，就是爱顺服分堂，就是讲爱遵守上帝的命令。所以，咱来看，咱来探讨读圣经的方法。探讨前，咱先来看。一般人对读圣经的认法，就是讲一般人习惯读圣经的方式是啥？通常一般人读圣经就是讲按照着圣经的内面内容，逐句逐字来读，对头读到尾，将受事人细了事情放入心内，规本拢读，帮助咱体会出上帝的启示。一般来讲是安尼。甚至是讲照着圣经的时代背景来读，对作者迄个时阵所经历的文典，以及细汉历史来理解咱现代咧安怎甲上帝对话。这嘛是时常咧准备一篇讲道迄个时，一定爱去注意，就是讲圣经迄个时阵的时代，因为圣经迄个时阵的时代同即摆时代是无共，有时。所记载，咱这个时代无法度去做到，但是咱爱去看个时代，是咧甲咱讲啥？咱看法度讲用圣经再来比较讲，咱即摆这个时代要安怎甲上帝对话？也再就是对圣经本身的内容来了解规本圣经的启示，就是讲以这大脑中间的次序来研究圣经整体性的。但是这个就较困难，这个需要有时常背景的人来帮助。真侪人拢会讲，有个人咧讲圣经无时常背景，其实圣经的时常背景无了简单的，是咱简单。有时咱所看的圣经是，咱遮掠一半，掠一半，咱甲参做伙，咱甲参做伙，咱咱讲，这个改定甲所用的同款。圣经所谈的，敢若无啥共同，其实就是无差共，但是时代背景无共。有当时啊，迄个时代同即个时代，咱无同样，
无是定咧甲讲，即个时代如果甲你讲，你大家爱食妈妈，后请问你敢知妈妈是啥？你要对对妈妈，哦，包括你讲啊，即摆妈妈买饭就是因为家通起价啊，迄当然是即个是敢有价呢，嘛无人知影。所以这有当时啊，圣经的背景，有当时啊，要做个时间来去体会讲，玛纳的意思是咱变讲就讲，要吃饱咱的一种食物啊。哦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圣经是有当时啊，我们教的就是真多，伊的背景也是讲真多时间来讲，但是上简单的就是讲，我们有信用的针对劳动课的电子。有人讲，这就是信仰中间的一种宪法的相通。其实，咱只要是伫第二代以后，伊讲大多数拢是有咱的祖先留落来的信仰。这信仰通常也是照着圣经的教义来做的。所以，其实嘛有人读圣经是咧强调讲见证。无用这个见证是上直接啊，互咱读圣经会当体会。对以前人圣经一个行为，就是讲的见证出来，咱对圣经的了解会更加清楚，对拄则来看，一般人对读圣经的注重上大目的，就是咧对圣经的内容来从上帝为真正难写来做的东西。有一段经文讲了足好，讲了足好，这是记载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第1章第1节到第4节12节。而且人咧写讲，如果王爷道对起头所有，阮所听、前目所看、所观看，也阮的手摸摸叫的，即个王爷捌出来，我就看来做干净。也报恁知，迄个演我的王爷就是不甲地一片，也出来是阮的。阮将所看、所听伊个恁知，要互恁甲阮交陪。跟阮所交陪就是地，甲地以及伊的囝耶稣基督。阮写这个是要互阮地欢喜相通。即段经文是咧形容讲，耶稣就是这个活命真理，用圣经来做伊的见证，而且写做文字，来做福音的信息，以及宣讲的。这个是拄则牧师咧讲的，伊是今仔日的信息，真正是较严肃，伊是较严肃。但是也这是咱时常爱去思考的圣经。安尼，才会用圣经当作是咧看一个艺术册啊。其实读圣经是绝对很多的，伊是一种真理，真理的一种传播，一种方法。那么读圣经你感觉讲我群主在读圣经，在读圣经，我相当读的就是，圣经读这是对你另外，拄则所讲的，伫现代还佫有一种有学者，伊佫较深入，咧甲你讲，咱爱老父较水，来互咱来读圣经，这个有当时啊，是在无同款的状态，当时啊，伊会强调这，这嘛是真好。就是讲经文甲伊做来连接，咱是来看道父上简单的就是讲用上帝的意来讲。有几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，第一个是要安怎道，就是讲要安怎用经文来讲。牧师咧讲道父，可能有人听，啥物叫做道？啥物叫做道？道就是基督徒的圣经，就是基督徒读圣经的勇敢，这种关系，这叫做道。有一个譬如是讲，有一对足亲密的朋友，老夫朋友，有当时啊会甲讲，伊是无生
无声以正而生，但是一般来讲，应该是对情人做应该是情话面。所以来讲，咱甲上帝亲密的关系，也当讲是敢若情话面。这个情话面就是讲，你为伊个甲上帝为你会当人做咧，就是讲道无意思，就是讲咱甲上帝的关系就是情话面的关系。道无简单的讲，就是讲读圣经，伊读圣经，一方面读圣经，一方面就经历到同来的祈祷。所以道是一种用心来领受圣经的方式，这是甲爱才真爱。而且咱也知影，这个道是讲现代教育的新观念，不是即摆看有。你是伫圣经中间早有，咱看一个例吼，譬如讲以错有7,800摩西真回望，对甲亚伯讲话时，听去看以所的经历，2个纪录片中间甲伊讲话时，这就是亚伯甲伊讲，上帝甲摩西对话就是道理，这嘛是。摩西每一天亲对上帝对话，咱会当学习这种甲上帝亲密的道理。咱后边来看第2种的3本书，注意的讲，做快速读的书。几项咱来了解，但是咱来看啥物叫做快速读圣经？快速读圣经就是大量读圣经，而且咱真紧读过家己所要来读。就是大量咱自己读的，这个书，要在列入讲，为什么要用时间来训练读经来读个圣经？慢慢来读是真好嘛。这是咱第一种经文真紧来消化，有真理进入咱的心内。你这个变化，真紧的这个时代。咱时常中，我看变化环境，所以一种语言会学到去，大块的内容中间，所以时常读圣经会当从圣经内面的真理进入咱的心，真正甲读过，我真理真自然的影响着咱的心情，互咱的心情会流传。就是讲，用圣经的真理来改变世上对咱的影响。正是真简单读圣经，用圣经来大量的经文，咱伫咱的生活中间，有一个例就是讲，当咱面对试探、面对引诱、面对选择、面对失败、面对甚至忧伤、难苦心的时候，是我发生冲突、甲人斗过的时阵，还是替人祈祷的时阵，咱就真紧会当互现实。将上帝话语指示来伫咱的心内，为咱提出来迄个事，迄个习惯，互咱袂讲袂显伫迄个内面，互咱会当切实讲骹前有经路上，过着一个听咱上帝话语的生活。时常咱固定感觉对一个来提升，咱时常会当用上帝话语来提升咱。我一答应。咱台湾有一个教育系统，咱来进步的。伊是安尼讲，我是圣经是上帝所启示，意在伊的优秀，对阮信仰甲生活的主旨。特别是上帝启示一句话的意思。伊讲到信仰，就是用圣经真正启示的主旨。这嘛是特别咱台湾有基督教最重要的，用圣经才对咱的重视。而且无排除通过现实的感动，咱明白圣经内面上帝是啥。咱的信仰观念，其实是根据圣经的一段经文，提摩太后书所写的，应该是记载伫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2到17节所写的。伊安尼写讲，伊若无上帝历史的经，要利用。
教是伊独节，互人规节，伊带人学义理，学使上帝人明白，平来行拢做好事。通常咱会用即种语言，讲做咱的即种信仰的关系，用来个别基督教信仰的理解。这嘛是咱台湾基督教的足主要的一挂点。所以咱来知讲，上帝启示的，敢若独好的是安怎办？不断咧讲出来，你到人去细命，伊有的时阵，只要注视互上帝话，以咱的心态来咱提出来者，咱一定到。这嘛是咱咱台湾基督教所讲到，我是信就是上帝所启示。这个说信真做咱生活里面。真侪人会对咱台湾基督教的这个信仰特别热热，我们讲看，但是咱来讲，面对家庭教育来咱台湾基督教的相信这个信仰特别是这个时代，要面对现代打破这个时代，所以用现代基础所在来提出来，才对咱的信仰特别。也是要提出来讲，先面对咱会大的一个关系，但是大的，有落去，咱要来话，先一个信息的运动，应该爱人，去把圣经来抄的，甲上帝关系。我有一个非常书叫做《不安定力》，可能听这个我听不进来，伊讲，伊到的时候，伊到的时候亲像。基督教条件，甲上帝讲也是。另外，咱讲圣经是上帝甲人甲人做伙，就是讲，若要伫上帝的目标，咱是对。伊倒是若基督教条件，读圣经是上帝甲人。拄仔昨天是安尼，这就是情况。所以，佢读圣经。从圣经内面的比较对领导就是其实比较书所讲的道理，但是其实摩西每一天甲上帝迄种持续的关系，咱若安尼，就当有这个道理，才做每一个人的去，每一个人去，伊倒去到体验，互人拄着上帝，对上帝的理。教导，这个这个教导对咱的心态，就是讲从上帝的理，对咱的世界中间，而且对世界中间指导出来，甲上帝相比，思想同圣经，思想指导，互世命伫咱甲上帝中间来交流。如果安尼，咱每一天用指导来读圣经，来去解上帝的心意。会当帮助咱的生命是明显的一种成长。咱面对伫圣经内面，咱提醒过咱，当耶稣是用光对试探时阵，耶稣用3摆来对试探，伊拢是用怎样办？伊拢是用圣经的原理。所以，如果伫咱的日常生活中间，随时咱用圣经来记载来回应这个混乱的世界，安尼。就会当互咱的生命更加更新、更加成长。当你遇到啥物困难时，我感觉咱会当用这种。所以，特别伫遮从书嘛要勉励咱有两个方面来学习。第一个就是爱活出圣经所定的典籍。诗篇内面诗篇119篇，119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，是我路上的。写就是写圣经，写上帝是真自然、真可信。做圣经当作是真个是一本可信、册册的经文，或者是讲，伊只是讲需要上帝来带领。所以真可信，真可信。咱爱知讲，基督教这个教材上可以使用。圣经的内容就是
个光跟金的，咱常常圣经有讲你这样，咱爱互圣经活出伫咱细人中间，然后爱做出真好见证，来见证上帝作。第二就是爱互圣经，我读圣经，你就启示，才对咱内在做出应用。圣经不是单单有爱，圣经嘛是爱对人去了解圣经上帝的思想。这个方法就是讲用冥想，冥想上帝的话，冥想的中间，不是哦，不是个，用迄个家己足够看是，哦，是咱伫冥想感觉家己足够看，是要互咱伫冥想中间，咱单独甲上帝来对话，甚至是伫冥想的中间，根据上帝启示，将咱所看的。咱来冥想来包扎来，所以读圣经是足侪，拄则老师咧讲，足侪人，都就是看你做起来，看你针对一个伊讲好做代志。这个即下了这，咱若像读圣经，甲祈祷，这是咱经过足长时间，爱有耐心，爱有耐心。每一间教会拢在杀这个圣经，但是将咱思想用这个世上的代志，咱来对看。因为他圣经是你有法大汉字，他圣经的时候，你都会是讲这个时候，都有看到。这拢是咱的意思。他对咱的事情来说，他们的时代是用宗教来控制。只要我一天爱情咱家己休息，我咱家己等来到主的会议中间，来将做一个管理性的操练，还有将做一个读圣经的习惯。伊在今仔日，你才较深的所休息，会当挂来下，这个再一摆见证。特别是伫这个疫情，影响全台湾这段时间，真严重，真正真严重。咱根据上新的统计，咱礼拜所有的教派，大概礼拜有是92.6%。92.3%。简单个情况，所以我同时啊，人准备100几个人，即摆人老队长说，拢是做介绍。特别是这3年来，老师我伫内面，有感觉到感动，我比较惯透早我比较出，我感觉比较深，真侪教人，较早我其实迄种感受。到即马起来，较早100外，即马到时啊，我100是100场，流行到32.6，特别是咱这个到不通水，伊来讲伊无咱到，但是这个是相当相当大的问题，大问题。咱这个这个圣经是咱的生活的东西，这个圣经是上帝的东西，咱的生活的东西。所以，伊来较深的信息，袂互你感觉讲，我听来听，你来听，但是他袂思想的变化。上帝为你爱思想，伊也是用咱的体质讲，读圣经的生活，读圣经的生活。咱当时个拄啊，你的回忆是阮细汉中的你，也是阮患难标记时的帮助。阮信仰起头是主上帝啊，阮的期待你的信仰三世，阮的信仰变变的是你的价值。因为阮知，你要透过圣经内面的启示，对阮讲话，你的回忆是很。就会
你的字。我嘛知影，你要用咩话语表示甲阮应用。我你只是知，阮会当来学到你，会当来建构你，会当来帮你。但是我每一天的生活中间，用你的话语来做大演示演进。安尼，伊这拢是用各自的手不同的名。阿门。咱来议会的先期第183首，先期第183首，圣经亲自明镜，请起立领奖首。
伊种有无共款的伫咧拜时班，原本是伫咧拜五，即礼拜因为拜五有平安礼拜，所以咱改伫咧拜四暗时8点，办学时班的聚会，咱来看第4啊。交通报告。第一，后主日鼓励新年的追思礼拜，主日嘛是受兰州的开始，请兄弟伫咧受兰州尽量车免出游。4月初4拜五暗时8点，受兰日联合圣餐礼拜伫咧南大卫纪念教会，请参加。第二，主日4月9号是国外节，举行咱国外节的劳碌礼拜。也要收圣餐纪念主的恩典。第三，咱敬兄的杨伟瑜姐妹，伫咧3月17安孝主怀，享年45岁。4月初1下早暗7点，伫咧中华殡仪馆举行劳碌礼拜，结束前往台中来举行火化礼拜。下晡2点半，伫咧咱教会举行告别礼拜。最后，安放伫咧鹿港第公墓。另外3月31暗时8点，伫咧厝体举行平安礼拜，请为着民族来祈祷。第四，教会举行国外节福音活动有3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4月15到14号，就是拜1到拜5，下晡3点到暗时9点。拄下做着拜五是下晡3点到6点，这个时段内底就请兄弟选一个时段，来咱教会摕一个名单，拍开以后呢，伫咧教堂内底祈祷，还阁离开。第二，参加伫咧4月15号拜六下晡1点到3点半的宣告活动。第三个阶段就是伫咧4月16主日礼拜，欢迎大家来参加。安尼就当完成，咱的活动，完成的会当摕到一个礼物，还阁有福音包，并且欢迎留落来用餐。向咱邀请未信主的亲友来参加。第5，6月第1主日举行洗礼，请向招待人员下报名表，写好后学师会赛。第6。中华教育部举行中日同工训练会，是今仔日下晡1点10分伫教会出发。第7，中央妇女部事工部4月15上午8点半举行2023年年代的训练会，地点伫咧原道教会，要参加的请向会长心仪指示来报名。第8，4月22。中央妇女部彰化区庆祝母亲节中秋的旅游，地点伫咧新河教会，要参加的同款会当向会长亲仪指示来报名。第9，中联团体4月17举行南部1日游，要参加的请向地方会长还是台北姊妹来报名，咱看第5页。中联部4月25、26，就是拜2、拜3举办门港一年的灵修活动，地点伫咧惠顺农场。要参加的，请向地方会长还是来发姊妹来报名。11，咱中华商联部5月12举行联谊会，地点伫咧台东草港城。要参加的，共款会当向咱地方会长还是来发姊妹来报名。12点111年第1学期的奖学金开始来申请，请成绩单、影印本甲申请单向奖学金委员会来提出申请。13，体育市场开始要来募集物品，欢迎咱关出厝内会当用的二手还是全新的物品。请整理好清气，还阁摕来交互陈牧师。4月国外节，迄段时间要来举行一个所有的企业会全部关乎喜乐分院。来到事项第1，请
请为着鹿港地区的福音甲转化来代祷，求主来掌权，伊会当鹿港地区。第二，请为着圣道邦教会兴旺甲宣教来代祷奉献。第三，请为着身体平安的兄弟来代祷。王维国、唐曼丽、刘俊元、王丽香、蔡景堂、施维坤、夏丽玉、张安义、谢清满、林美华、刘一峰、廖胜杰、梁桂花、茉莉、于诗、彩娥、谢淑贤、王小桃、刘丽珍、张淑珍、曾英国、黄振龙。奉献的部分，咱请家己来看，准若有出力，请用后壁的规格来评议。以上。那有什么的现金？有大的，有是，有万继续，大概上回有做错哦，他这个有转是相当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慈悲上帝疼痛，以及圣神的交通扶持，甲恁正大家三甲地地，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。阿门。